我想应该是新潮流那些子弟兵或者是新潮流派系刻意在操作的一个议题吧。那我应该相信赖前院长应该没有这份的想法啦哦。那上一次呢，在台南市长的任内呢，有问到说他要不要当行政院长，他也是说他要做好做满啦。那结果就跑来做行政院长啊。在行政院长任内呢，人家问他说要不要选总统，他已经说了好多次，他会全力支持小英总统竞选连任嘛。结果他也是跟他一起竞争了这个总统的位置嘛。那竞选总统民调失利了以后，有人问他要不要当他的副手啊，他都千百个不愿意啊，包括他也没有这个欲望要去当他的副手嘛。那现在子弟兵刻意的操作这个议题，无非是要陷赖清德前院长于不义嘛。小英总统呢，在整个和赖清德的竞争的过程当中，全国的民众对他的期待呢非常的高。那你现在一直要他来逼他来当那个副手，对那个陈建仁副总统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打击。陈建仁在这个副总统的担任期间呢，做得非常的适当，挡了很多的子弹，包括年金改革一肩扛起，包括最近还替小英总统去梵蒂冈邀请教授来做沐浴之旅啊，这样做的在这都非常的适当，而且呢，在好几个也抛出他不要再做副手的位置，就是要让民进党能够党内和谐团结为重，他的位置也抛出来了。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啊！你要让他有一个发挥的话，是不是原来位置要留给陈建仁？那你这样子一直逼他让蔡英文不仁，这种蔡英文不仁赖清德不义的方式和方法，会被外界认为是逼宫。我相信新潮流呢，这些子弟兵或者是一些想法呢，应该要去考虑这个问题。至于副手的人选呢，我们应该全力的尊重蔡英文总统的决定。毕竟去年上一届民调更好的时候，那是7天前才决定他的副手人选了，所以不急吧，让他有更好的、更高的充分发挥、思考、周延的地方再来公布吧。现在急于一时的公布，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赖前院长呢和蔡英文选举中有让一些蔡英文的支持者还有一些声音嘛那现在都还没有化解那以整个民进党来讲的话，赖清德前院长应该来担任蔡英文竞选总部的主任人或总督导，借以拉抬整个立委的席次和声望，应该这样才是能够促进党内团结的一种方式，至少为民进党做一些事情嘛那以赖前院长的德高望重和他的英明睿智的话，做这个职位应该能够比较符合全民的期待。